年久啊，是阮太太儿啊。那么伊当咧破当兵中间倒咧病床顶来吼，咧病相当艰苦。啊，我实在是唔知要讲啥话，大家讲哦，你着坚强，我哋再讲哦。他讲，大家伊就叫伊坚强，哎，就直直咧弄落去啊，你才有坚强。所以实在是无道要想想的，抑个是用无诗台语的这诗人写的。我想比较吼，伊听到到地，伊会比较听会较爽快嘛无意，这无意有意无意中间嘛应该拄较坚强就对了。不管有坚强无坚强，那么这就我这心意表达无听。啊，当然，迄阵的时阵吼，伊要回答啊，实在是讲话大，只有上好听的吼。那么飘渺的人生第二首，日头有出嘛有落，人生有好嘛有歹，拢嘛是有起起落落的时阵。边听什么人无，痛苦什么人无，边当上艰苦。轻松心情灌溉，爬山穿甲穿袂，山顶若到就变水，树林鸟啊拢是。有人咧讲，愈艰苦的人生愈灿烂。你真正是飘撇，含笑拍做出你家己多彩丰富美的人生。爽，对呀，感谢。那么读书的时阵哦，读书的时阵，我拢读咱这个北京府，所以写的嘛是拢，那么这个北京府的诗啊，啊，伊就拢想讲台语在边仔写，啊，所以了后才发现讲台语写起来的诗比这国语的诗、北京的诗更较多，因为读到咱李教授的历史流动，所以了后我就家己自己写拢这。这台语诗啊，无想讲今日遮多人哦，感觉这头脑安尼哦，这实在是我始料所不及的，所以我要代志哦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